过来消息来看，高雄小港的三元电池工厂顶个月火烧哦，当地民众是爱电池厂搬厝。今仔搁再开检讨会，里长要求主管机关甲业者都爱赶紧公布导火的原因。里长嘛呼吁政府爱针对这个工厂来成立监督小组。三元能源电池工厂火灾事故检讨会初5早起第2届召开，在地几个里长、里民甲中央，也有地方主管机关有出席，要检讨火灾的原因甲后续处理的情形。可能是在作业的过程当中，电池遭到撞击，那导致部分的电池单体短路，那也是引发连锁的热失控，导致储存区内大量的电池迅速的燃烧。7月14日的大火引起这间电池工厂公安的疑虑。经济部产业园区管理局初步研判，导火原因可能是产品读了伤密、安全电池管理系统故障等等的情形所致。强调详细的原因要爱等检调厘清，不过主要的原因一直拢无法度确定，引起在地人的不满。7月30日，还佫去厂区抗议。所有的这个主机机房硬碟烧掉了 ，CCTV 那我们花了烧掉，所以什么原因呐？抱歉，因为。所以过了3个礼拜，你自己也不知道原因，跟议员报告一下。你还在问那个厂商啊？三元能源公司答应讲会赶紧确认监控等等的设备，敢是会当恢复。不过，互里长不满的，还有产业园区管理局、甲环保局等等的单位，讲空气品质无问题。不过，里面却持续闻到臭味，呼吁政府成立监督小组。该监督的监督啦，那如果依法的话，那你就依法，可是要从严来处理。如果真的不行，那就签吧。后续取得政府同意之后，我们会开始找专业的公司进行相关的，无论拆除废弃物清理、清运。三元表示，会委托第三方公证单位每个月做环境的检测，嘛会将相关的资料公开，互主管机关甲里面会当查询。嘛强调讲，一定会将火灾后续的工课拢处理好势，才会提出复工的计划。不过，这里长对业者的讲法是持保留的态度，也是希望政府会当确实来监督，唔通前雷后雨，落袂担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